让那的花草冒险，大风吹来就收钱。虽然人类的手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阿拉我主，阿拉我主，阿拉我主大民主，天使说灵感心敬拜，条件民间好势，你我信心打败攻击，因是阿拉永无天，阿拉称赞，阿拉称赞，阿拉主名到永远。好，安尼来唱第196首。朝夕过一月时，所做大项平安，上帝赐伊大好，好伊死到上到天堂，踮伫上帝的歌。歹人跋出七八，拢是伊家无事。大风吹来，你客死线，歹人袂消息。拄着审判日子，无歹拢总分离，恶人天顶享受福气，歹人甲自三里。好，咱第4节有一个歹人拍切一半，歹人拍切，这个这字敢若中文无这字吼，歹人拍切，拍切一半，拍切，好，咱诗歌停伫个遮吼，请咱三甲准备今仔日的礼拜。
上主万军的统帅，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恋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我的心因我的上帝欢喜唱歌。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因为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做伙用诗歌俄勒祭关上帝，信诗24首，我信俄勒祭关上帝，万民扑拜伊脚下，削愧伊地下面满满，咱着俄勒来君我，俄勒敬奉，俄勒敬奉，俄勒因我活君王，三角起立连全首。未改变的上帝，感谢主大仁慈，感谢你用圣手引带阮每一天。阮来到你的面前，要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做伙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间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又救阮脱离你的歹个，因为国、权能、因果，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做伙来启应上帝的话，记载伫启应文51，耶利米书第17章，信息后壁面1093页，启应文51。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溃烂。因踮伫旷野打蛇的所在，因会亲像风暴未大丛的树，
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炉。三角鸭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你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阮伫神的主日来到你的殿院，唱歌讹乐你，感谢主赏赐阮平安过一礼拜，也赏赐阮有自由民主的国家。伫即几天咧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总是主你知，阮犹原咧找找新佮独立的台湾。愿主的旨意伫正。主啊，伫阮欢喜快乐的时，阮有时看家己比别人搁较敖，有侪时看袂着主，常常惊做你无意爱咱咧做的代志。阮来到主的面前，深深欢悔，求主怜悯，也用圣手带阮行伫你所喜爱的公义甲真理内面，无搁犯罪得罪你。赦免人过失的主，感谢主你时常诚做甲咱同在。你也是阮随时的帮赞，陪伴阮行过悲伤痛苦的日子。你也伫阮欢喜快乐的时，斗阵做伙庆祝。医治的主，求主你亲自来医治行伫病痛中的兄弟。你看顾生者七照跋倒，你犹原看顾卑微小可的人。求主坚固阮所生长的土地，保守伫灾难中的人，为开力重新起造充满疼甲温暖的家园。也感谢主，你赏赐阮有气力，会当参与伫救灾的行动。愿主引带特定的团队，有智慧行公义。愿主施阮赐福，阮有平安的心、分别的灵，行伫阮逐人的心上。活出主的款式，荣耀主的名。阮祈祷袂坎净，都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士师记19章22节到30节，伫台语汉语本旧约圣经283页。士师记19章22节，谁因的心拄在快乐的时，谁来遐个匪类围累伊的厝，直直拍门，对厝主老人讲：你将迄个入你的厝的人带出来。阮要甲伊交合，迄个厝主出来，甲因讲：我的兄弟啊，毋通，无得做即个歹。既然入我的厝，恁就无得做即个更小的事。我有查某囝，还是10女，阁有伊的细姨，我带伊出来，恁通认着伊，顺在恁的意思款待因。独独对即人，恁毋通惊。即个更小事，总是遐个人毋听伊的话，迄人将伊的细姨牵出去外面交因，因就甲伊交合，同眠凌辱伊，到早起天不光的时，才放伊去。天不光的时，负责人来到伊的主人所歇迄个厝门口，就倒伫遐直到天光。27节，天光早，伊的主人起来要开厝的门，出去要起身。看见迄个负责人，就是伊的细姨倒伫厝门口，两只手靠伫屋顶呢，就甲负责人讲起来，
咱毋要欺心，总是伊无应，伊就甲伊扶伫炉的顶面，起身去伊的本所在。到伊的厝，就用刀将伊的细伊的身躯甲骨挂做在一块。找人摕去通以色列的全境，见若看见的人拢讲，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直到今仔日，袂捌安尼行，也无看见。但恁着想，着参详，然后才讲，求主保守听见伊的话的人。谁
哎，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没有看到那个看着牧师的还袂讲的开始感动，真歹势吼。因为这首诗歌我昨咧看直播的时阵吼，无拍算到老师竟然跟这首诗歌，那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吼，奇怪牧师怎么会因为这首诗歌这么的有感触跟感动吼？其实我透早咧甲咧灵修的时阵吼，我甲玉珍分享讲，今仔日献歌队要唱一首，啊，我就伫楼骹咧祈祷的时阵，的回想起吼，这首诗歌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其实是有原因的吼。因为我出来刚出道的时候吼，咧做神学生的时，其实我其实很少听诗歌，也很少听流行歌吼，所以迄当时我咧做神学生的时吼，我就想讲毋知要安怎带团契吼唱歌吼，所以我伫家己睡厝的所在吼，我就一首一首诗歌就哼一下旋律，我想讲这首诗歌的歌词吼，真适合少七这款的年龄层吼，嘛很纯真吼，有那种赤子之心。所以，但因为我其实平常时本来的诗歌听真少吼，所以这首诗歌真做我几乎每年带少气吼，就是不知道要唱什么的时候，我都拿这一首出来唱吼。然后这首诗歌也陪伴了我自己的服事很多年啊。逐摆咧唱的时阵吼，我的感触甲感想吼，的拿来拿去安尼吼，所以今仔日听到的时候，想说奇怪，我今天讲到我自己也没有觉得需要哭吼，真的是，所以嘛甲咱的兄弟吼来分享吼，这就是一个传道人吼，他服事的过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情啦，吼都将这个感觉分享给咱的兄弟姊妹吼，嘛感谢献歌队吼，用这首诗歌搁一遍提醒咱，我们其实都已经是大人了，但是我们仍然还是神的孩子。咱当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伫你的眼中。阮犹原是你所疼的囡仔，阮感谢你，无论阮几岁，你拢用老爸老母的心情来咧甲阮照顾、甲养饲。求你也伫今仔日你生的主日，用你的话语，用你的信心来起造阮的生命，将下边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保守。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的四书记吼已经伫要结束啊，也毋茫讲旧年开始吼安尼调整会当带互咱的兄弟姊妹吼，对读圣经有一个新的经验吼。因为我们是几乎啦吼，我刚才让讲几乎吼是逐章逐节吼，伫咧来讲起吼。当然因为伫讲道的时甲查经的时吼。处理经文的方式无同款，但是我尽量用比较白话文的方式吼，会当带领兄弟姊妹伫上帝的日子来帮助咱的心，甲咱的信仰的思考吼，会当日子来进步吼。对17章开始一直到落尾吼，其实我有说过了，规个士师记吼有一个转折，因为伊的起手式无同款啦吼。对17章开始，士师记的作者拢一直讲，迄当时以色列无王，所以一直到落尾的时阵，你着爱抓着一个思绪去看，无王的以色列发生什么代志？这样你们听得懂意思吗？过去在士师有每一个士师的时候就讲以色列人惊上帝看做歹的代志，这个是它的结构。但是到17章以后是，迄当时无王，所以你大概能够知道已经没有领袖没有人带领。17章
18章到19章吼，你就会让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身份，什么款的身份，就是利未人，对吧？咱现主时伫社会顶面还有没有利未人？来基督教会，今麦要够有利未人无？哈？其实你们很难回答，对不对？因为你们不知道说牧师你到底是在问窄义的利未人，还是广义的利未人，对不对？那是照利未人的这份来讲，吼，今麦还够有吗？哈？牧师哦，那个是我们基督教会自己诠释的。我现在在讲窄义的哦，窄义的利未人，你还看得到吗？哦，忠诚说有，你在哪边看到的？万民节哦，这个是广义的啦。我要讲的是窄义的，就是说还有圣殿系统还在的时候哈，还个刚好有利未人个这些哈。但广义的哈，广义的唔是刚才是徛伫台仔顶的牧师、长老、执事，所有头拄总成讲的，所有的人拢是利未人，因为利未人的积分是啥？是服侍上帝。你讲你坐伫台下在敬拜上帝，敢是服侍上帝？所以广义的利未人吼，你爱知呢，你甲我拢是吼，啊那窄义的当然你要刁钻一点吼，就是一定要讲出现在还有什么祭司系统吼。对基督教会、新约教会来讲吼，你比较困难啦。我们要硬凹，其实你也很难。那你要把它窄义到延伸到近代，讲干那无属性吼，我是爱提醒咱吼，不要只是这样想，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吼，已经进入到万民改这时吼，那个已经是在整个信仰团体跟神学的诠释上吼，咱拢有这款的积分吼，所以。我特别要解说利未人吼，是因为利未人你若甲伊放伫士师记来看来想的时阵吼，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性角色。那你看到伫圣经内面看到利未人吼，你就会当直接联想到，这就是甲服侍上帝有关系的代志吼，伊的身份至少有这个意思甲概念吼。啊，我的题目吼，几乎已经是破梗了咧，好，叫做利未人。带来的内战吼，内战是啥物意思？内战就是家己人拍家己人，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好，所以伫随碰我的经节是列19章第22节到第30节吼啊，因为它是叙事型的吼，我们可以快速的吼，也不能讲快速吼，咱就豆豆啊从19章本章吼，这章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代志吼。同款第19章的第1节讲，迄当时吼，当以色列人无王的时，有架卡伫以法莲山地迄边的一个利未人，好，一个利未人架卡伫倒位？以法莲山区吼啊，你们就想说，怎么什么事情都发生在以法莲山区啦？是不是？顶一章的时阵，代志嘛发生伫安那以法莲山区吼，但支派吼，家己起这一段吼，家己安那比办这些吼，所以以法莲山区吼，就是伫这大所在吼，以法莲山地，伊较右下角吼，就是耶路撒冷吼，啊，毋过咱今仔日会当看到耶路撒冷的前身耶布斯吼，好。伫遮发生一个故事，就是利未人的誓言吼，啊因着无拄好吼，咱台语汉字本吼翻译叫做伊无忠心伫伊的丈夫吼，意思就是他干嘛？不管你用现代的语言讲，伊外遇啊、出轨啊、戴绿帽子吼，这个是大部分吼圣经学者吼来出这个翻译的意思吼。啊，伫另外一个版本内面讲，啊，伊着甲因翁咧受气，吼，毋管倒一个翻译吼，其实反正就是安怎，翁仔某安怎，着无拄好啊，着冤家啊，吼啊，所以即个誓言着安怎，
就生气回什么？回娘家呢吼。啊，无拍算过4月日的时阵，即个利比人哦，雄雄想着吼，可能伤济啊，雄雄想着我有一个细姨，啊4月日拢无看到伊啊吼，所以即马要等伊的后头厝吼，要甲伊安怎带转来，吼要去伊后头厝甲带转来，结果无拍算伊的丈人安怎，嘛是真低吼，为着伊的头前的经文就讲吼，啊，就一直留即个囝婿安怎，留咧厝里安怎，啉食快乐，啉食快乐，就吼几日了吼，伊讲哎哟，就天吼，就已经要暗啊，你搁留一日吼。啊，食饱了欢喜快乐讲，哎哟，天搁要暗嘛吼，啊，你著搁食，想说你是在办婚礼吗？就是一连，还是你是在过逾越节吼？就是一连整个礼拜吼，都是要把它留在那边吼，吃喝快乐。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丈人想要互这个囝婿安怎？中文汉字本是讲使他的心舒畅吼，啊，台语汉字本吼，就是讲望伊会当安怎？欢喜吼，简单来讲吼，就是要伊安怎消气啦。这个丈人吼所做的代志吼，嘛是毋望讲啊，查某囝吼，若是你搁要带转去吼，毋望恁夫妻会安怎，会当好好啊，吼，咱若是做爸母吼，你的囝儿吼，若是结婚吼，当然嘛有即款的心情，无迄。囝儿结婚了，一个讲咧甲翁婿是咧甲太太吼，伫遐咧冤家吼，啊，做爸母的嘛是安怎？会真欢乐啊，吼，是无？所以通常就是我袂当讲通常，就是讲即个丈人，好，即个丈人就留伊吼3日吼，毋望讲伊会当伫遮来消气释怀，然后我当然合理的想象。他当然是希望夫妻关系和谐哈，不然丈人干嘛那么辛苦哈？一直都不用上班呢，一连3天啊嘛，一直甲囝婿讲啊老了啦，好啦吼，甲按答呢吼，好啊无拍算吼，这个利比人吼，留到觉得说好像不回去上班也怪怪的吼。啦，恁安尼看你就知影吼，恁敢知影利比人的头路是咧做啥？我头前有讲，利比人的头路是啥？好，等一下哦，来，因为我有听到大家讲这些，我要先再帮大家区分一下，这些一定是利比人，但是利比人无拄拄啊好是这些，这样可以吗？为什么呢？因为利比人吼，利比人是伫12个支派内面分别出来最。服侍上帝的支派吼，所以用另外约瑟的2个囝吼来贴12个支派吼。啊，这些只有谁的后代可以当祭司？亚伦的后代，好不好？亚伦的后代可以当祭司。啊，你若是等于看12个支派的那个族谱吼，摩西甲亚伦拢是利未支派的，好，这样可以吗？所以。利未人，祭司一定是利未人，但是利未人无拄拄啊好会当做祭司。好，我们稍微把这个观念，反正就是复习啦，你们也不要硬背吼。好啊，所以你得让知影讲啊，利未人的工作，他的上帝定给他的劳基法记载在哪？哦，摩西五经你就可以看到吼，利未人甲这些逐工爱做什么代志，吼。大概就会知道吼，他的工作内容吼，大概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利未人吼，会当伫丈人遐安怎带3日吼，你嘛当想想吼，这个利未人安怎嘛无真认真啊？你们为什么都不敢回应我？你们头脑不要自己乱延伸想象，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剧本里面，好，在剧本里面哈，所以这个利未人。伊就无要搁留在伫因丈人的厝吼，留在因丈人的厝伫遐继续啉食快乐吼，所以因就要赶路转去到因的所在吼。啊，伫迄以法莲山区吼，伫迄附近要行的时阵吼，啊，就要再回去的路线内面吼，伊就想讲啊，会经过
耶布斯吼，耶布斯迄当时伫即个时，毋是以色列人的地，是外邦人的所在。所以这个利未人吼，其实你说他也算是蛮有政治判断的。伊甲伊的罗伯参详讲吼，因为即个时的亚布斯吼，毋是以色列人住的所在，所以咱驶过即个城市，他们也怕怎么样？自己遭遇不测嘛，因为你去到别人的主场吼，会有什么意外，你也没办法掌握吼。所以因就西啊，一个西吼，就想讲啊，我要去那个基比亚吼。基比亚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地方吼。但你们知道基比亚是谁的故乡吗？叔叔给吼刷下来会延续到撒母耳记吼。基比亚是便雅悯支派的地方。便雅悯支派，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是哪个支派的？我刚已经泄题了，就是扫罗，不，扫罗，对不对？扫罗王，他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在这边有留一些伏笔哈。好，我要再说哈，因为这是刚得不是查经班哦，所以之后欢迎大家可以参加查经班。所以伫这个过程中，因决定要去家己人的所在，去自己的国人的一个地方吼，就是选了基比亚吼，离他们路过的路程比较近吼。啊，无拍算伫遐踅吼，伫街头吼，伫遐咧踅时阵，拢无人愿意接待因哦。他们绕过耶布斯吼，就是后来耶路撒冷吼，去到基比亚要过夜，啊，这个利未人吼，你讲伊嘛是好嘢，因为伊有饼有酒有萝卜吼，伊啥物拢无欠，但是欠的是啥？无人要接待因，那就表示他们要露宿哪里？露宿街头危不危险？那伫台湾我是觉得还好啦，不过伫迄当时的以色列吼，叔叔记的时阵的以色列是真危险的代志，所以。也有因家己祖先的教示，讲你若是看到人客，还是路人吼，你来到你的所在，你得爱安那款待因，你得爱款待因，这是因祖先吼，甲因犹太人的智慧所留落来吼，毋茫讲因的今日时势吼，遵守这个精神吼，好款待那个路过的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跟传统吗？因为对因祖先阿伯拉罕传落来，有提醒伊的囝儿孙讲吼，你若是好心款待路过的人吼，那些客旅吼，你有可能无意间去款待到什么天使，吼，有可能无拄好会当。款待着天使，这嘛是服侍上帝吼，也是讲展现出做人的善良的部分吼。所以因这个民族有这个传统吼，甲这个文化吼。但是无拍算咧，就算讲利未人，这个换到现在台湾人的讲法，就是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高铁票。逢年过节的时候，类似这种对不对？或者是逢年过节，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饭店，好，因为大家都塞饱了哈。他这个利未人的处境哈，差不多就是安尼，无有人来接待伊。结果好佳在有一个伫田里接做事的老人哈，就看见因吼，伊用老人来表达，就是意思就是讲因祖先的文化甲传统吼，敢若村老人安怎？伫遐咧持守哪定少年的咧，哈？我们只能大胆的假设，已经不在乎这些文化价值跟传统吼。所以有一寡价值吼，当然你要传承吼，嘛是有它的一些困境吧。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就拄到一个好心的老大人，结果伫暗时甲因好款待的时阵啊，无拍算因城来的吼，这个城是什么意思吼？就是基比亚的人吼，基比亚那个时候都是便雅悯支派吼，所以无拍算伫城内的遐个安怎匪类啊，
围雷伫伊的厝，围雷伫即个老人的厝，直直拍门对厝主来讲吼，你将迄个入你的厝的人抓出来吼，我们要跟他干嘛？我们跟他交合吼，基本上吼，这是讲很好听的用字啦吼，用现代语言就是我们要性侵他，我们要强暴他，这个是非常赤裸、残酷而且直接的侵犯。好，这个是圣经的用语吼。所以，但是咧，这个老人吼会惊呢。伊就甲这个匪类吼，这嘛是家己人吼，虽讲可能是无共款的字牌，好喙吼，咧甲讲吼，哎呀，我的兄弟，你唔通安尼做吼，因为若是安尼做吼，实在是见笑的代志吼，啊嘛是歹的代志。来，你看，我有一个在色女的查某囡仔，啊，搁有迄个人会说伊，通互恁安怎？出在恁的艺术来对待因，所以我这个写好心的老人吼，只能够是只有50%，你知道吗？他的好心只用在男人身上，是吧？真侪我之前有一寡兄弟姊妹吼来跟我讨论讲啊，牧师啊，你哪会伫咧讲起着属书节时，你没有用那个性别的观点吼来讨论男人跟女人在士师记的关系跟那个困境安尼吼。啊，我等下会解说是安怎，我没有从这个观点来讲吼。所以若是照不管是平权的主义的观点来看属书记，我自己个人认为哈都不够完全，甚至会有一点侧重，那个比重哈会让我们的意念会以为士师记只是要凸显性别不平等，但我认为这有点可惜哈。但我还是同意在这当中有性别的问题存在哈，因为性别的背后就是权力的关系，是权力的问题哈。所以伫这个中间啊，因为这阵匪类吼嘛是真也是蛮妙的吼。这个老人甲讲吼，我有查某囡仔在泄露吼，就是处女的意思。啊，还有这个利未人的啥说伊吼，就是他的妾吼。无论是处女或不是处女吼，这个老人都告诉这些匪类讲，有这样的女人可以供你们使用，随便你们照你们的意思。所以他们不要女人，要男人，是吧？好，这个当然你从这个观点去看，我也没有要带你们进入到所谓的什么同性恋的问题哈。拜托，同性恋后面那个恋至少人家是彼此相爱，这里不是，这里纯然是性暴力哈。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不过无拍算，这个老人随便安尼讲，不过迄个利未人吼称为那人吼。伊将伊家己的细安怎弹出去，凊彩因安怎对待因。我刚刚说了，这是性暴力。它残酷的不只是性暴力，它残酷的是，它是一个集体的性暴力。伫这个文本内面吼，你会当看到，因这两个查某人牺牲查某人，但是对故事的结局来看。他保了是一个冷血又残酷的男人。那另外一个概念吼，因为你若是用性别观点来看这段经文吼，我相信在座的男性吼，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被贴标签？所以我认为经文它不应该只是批判哪个性别，因为每一个性别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贵吼。所以我要带大家进入另外一个。超脱性别的观点，我要看的是人性跟暴力。这个集体性暴力哈，还有这个传统知识甲文化，犹太文化这个老人，伊咧保护敢是一个男性拿定。我认为在经文里面已经强调利未人的这个事，其实前后哈。这2章经文，利未人的名字都被拿掉，只剩下什么？只剩下身份。我大胆的假设，这个老人想要，更较想要保护，可能是这个查甫人，这个利未人的积分吼。所以伊用讲这个是安怎？
这个是歹的代志，见笑的事，是将上帝放伫因的信仰甲群体文化的内面来看。无拍算即个，我无论即个老人，伊所关心的是即个利未人的男性的尊严，或者是伊即个男性正做利未人的积分，伊保护的即个查某人，伫早起时无一点仔的怜悯，还佫有无一点仔的反省，看伊的岁月替伊来死的抱歉啊，一点点歉意都没有。这个查甫人无对张梅发生的代志有一丝丝的情感，我要讲的那个情感失去了人性，因为伊无有惊吓，无有见笑，无有抱歉嘛，无有一点仔的欢乐。一早时起来，看到伊的岁月倒伫迄个门槛上之后，敢若讲一句无有感情的话，叫做起来来转。兄弟姐妹，我要甲大家讨论的是，这块没有人性跟情感的利未人，你会当去想想，对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啊？他的冷血并没有只停留在这里。因为伊率接来所做的代志甲行为是，伊用伊家己的方式为伊家己的尊严来报复，伊将伊的细的身躯切做12块，挂伊的骨甲肉，挂做12块，分送全以色列的安怎所有的支派。这款行动的内面，你会当感受到，这个查甫人充满对家己受侮辱、无受到尊重的受气甲愤怒，甚至忽略伊的细意所受到迄款无公义的代志。他不惜制造更大的谋杀，要用伊的细意所受到的强暴来行伊家己的公义。所以，伊的行动也互伊成做即个太细意的帮凶吼，这是另外一种的无公义啊。伫即段经文的记载内面，我讲，伊无有对张梅发生的代志有任何带有一点点人性的反应。诗日记的作者完全没有记载这样一个心情跟过程，只有一句残酷跟冷血的话，叫做起来，来转。伊敢若有我一定要这样做的决心。兄弟姐妹，我说我没有要从性别的角度，是因为任何性别都不应该被贴上标签。但是你若会记得，第17章以后到落尾，士师记的作者一直要互读者看见一件代志。无有王，无管这个王是领袖也好，也是上帝的信用甲律法也好，就是无有王啦，无有人带领的时间，这段期间，以色列百姓发生什么代志？充满着人性，充满着个人的性情，顺势而为，顺性而发，照人家己的意思安怎要安怎就安怎。我认为对这点，咱会当来思考一件代志。这时的以色列社会的败坏，就是对因放弃人性最开始，放弃，甚至放弃上帝的神性对他们的影响。所以伫今仔日经节的第30节吼，迄当时的人吼，安尼讲，第30节就是他们自己人为自己人下的一个结论，叫做啥？见啊，看见的人拢讲，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直到今仔日袂歹安尼行，也无看见，就是意思说从
以色列出埃及到现在这样的事情没看过、没听过啦，也没见过。答应就想就参详，然后才讲，像这样的事没发生过。你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将今仔日咱所读的故事到这回来思考是什么意思吗？我用白话文翻译给你们听听看。意思就是讲，这个利未人行这款的行为，超过人的想象，至少超过迄当时的人的想象，极端残忍。利未人是服侍上帝的人，伊伫即个时，伫即件代志做了比一般人更较无法度想象会到的代志。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是超过人性的事情。兄弟姊妹啊，对利未人的身份，甲伊所行的代志顶面，大家若要对这点来思考咱的信仰，甲观看、反省咱的生活甲信仰，我会邀请大家更较深来思考。你袂当干只用在单一职分上吼，因为我必须要讲吼，伫士师记的这个时间，利未人是真有十足分量跟影响力的，这个身份是有十足的分量跟影响力的。啊，毋过那现主是服侍上帝的人，有没有十足的分量跟影响力？反省，我们都彼此反省。我要讲的是，在这个背景上面，利未人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所以无论是伫服侍上帝的代志，或者是以色列百姓生活的带领顶面，利未人拢有它的指标性意义。利未人的行做都有它在这个时期的指标性意义。那现主时来讲，那我们要留意跟思考的是什么？你可能要更广义的去思考。对你来讲，那个有影响力、有身份地位的人是谁？对你，或者是对信仰群体，你必须要反省、甲思考这件代志。我要举几个例啦，恁参考看卖。这些有影响力甲身份地位的人，因敢是正在用他的身份跟地位，在激化、分化社会跟群体，因所讲的，因所行做，本地伫你心内才有影响力、才有地位的人，他是不是也正在做超越人性的事情？有可能是政治人物，嘛有可能是宗教人士，更有可能是你心目中迄个地位真悬的前辈、师长、社会人士等等。兄弟姊妹，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你只锁定载义的利未人解释，我要跟你说，你的生命其实过得蛮好的，因为你不用担心没有利未人会这样子刺激你的人性。但是你对信仰甲社会，你爱去思考，敢是有人甲迄当时的这个利未人同款，用伊的身份甲地位，伫咧改变、影响你的人生，甲你的信仰呢？我讲社会的败坏从弃守人性开始，所以我上落尾讲，其实咱的人性需要外控跟他律。外控跟他律伫信用的群体内面所表明就是上帝的律法所带予人的影响甲范围。你不要小看上帝的律法，有的人解说上帝的律法对我来讲是压迫啊，是痛苦啊，是好啊，拢互我的日子甲我的人生过了真艰苦。你不要小看这种外控跟他律。对上帝的心意来讲，这有伊满满的祝福。讲祝福比较是教会爱听的，我会多加一句话：上帝的律法是祝福和保护。我会多一个保护的概念，提醒教会。为什么呢？有当时你可能看做你是互上帝律法来管理吼，迄是因为咱对士师记会当看到满满的人性是。人如果没有自律的能力，
你来听哦，人如果没有自我控制、自律的能力，他的结果就是什么？顺心而为，顺势而发。迄就是真做事事记迄句话讲，逐人照家己看最好的代志安怎去做，就是这样而已。讽刺的是，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当今仔日所读的这个内面的每一个角色，大家人拢照家己目睭看最对的来做的时阵，我们是读者，从头读到尾，会发现没有一个角色是对的，没有一个角色是对的。唯一一个对的，就是伫过程中的每一个人拢认为伊的行做的理由是对的。你们听得懂我意思吗？这整个事情你摊开来看，你作为读者，你会觉得没有一个角色可以自以为意。在这里面，唯一能说自己是对，是我这样做的理由是对的啊。当然啦，因为他会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觉得理由是对的。恐怖的就是伫遮。对群体来讲，这些行动跟结果，就是人性集体的失败跟堕落。信用群体嘛是安尼，社会嘛是安尼，因为我们有满满的人性，咱有满满的人性。其实我要鼓励甲考劝教会，嘛是鼓励我家己甲考劝我家己，对付家己是上忝的，嘛是上无简单的，因为我们会不甘愿。但是你若信得过这个上帝，这个上帝你如果信得过，你若信得过这个上帝，你就会知影，控制人性是对家己甲对别人上大的善良啊。一个愿意被上帝的律法管理的人，是对自己跟对别人最大的善良。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挖克这位上帝，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的性命，帮助阮的灵魂，因为知阮习惯看家己最大，但恳求你赦免怜悯阮，互阮愿意伫你的话语，伫你所启示圣经这的历史内面，阮愿意谦卑来受你管教。因为阮知你的智慧、稳定之意，赢过人的意念，愿你的良善、你的平安，保守伫你所听的教会内面。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做伙用欢喜的心来领受主所为咱备办的圣日典。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囡仔重大着磨的人，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有提饼，照写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的大声，咱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
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耶稣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馆，也圣别才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通接受这个对神有分伫耶稣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内面，通荣光你的名。愿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小会员。基督教会要安怎保持咱的善良？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生命，伊的牺牲赢过人的牺牲，伊的恩典已经为你我甲世间人备办好。打受呼召的教会，就爱会记得，咱逐摆领受主耶稣的身躯的时，咱就爱受圣神来提醒，咱也愿意成做善良的人，咱也愿意成做受管教的人，互上帝的律法来影响，互圣神来感动。互咱家己甲社会成做祝福甲保护，愿咱用基督的心来为家己备办。等一下，咱也要伫平安的内面三甲领受。请问有人还未摕到吗？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角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小会员。
这个会提醒咱，人要善良，靠自己真的没有办法。若无有上帝的神，甲伊的记号伫人的内面，咱是无有法度挖靠家己的气力来行做良善。所以，当咱咧领这个杯时，就用谦卑的心，感谢上帝的帮助，伊愿意互咱透过这款的领受甲礼拜来帮助你我的生命。这是稳定的时刻，这也是真做良善的时刻，更较是互上帝带领咱生命的时刻。请问还阁有人无摕到吗？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来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同在。咱三甲来祈祷。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会当领受主耶稣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通明白阮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时，阮是咧听候主你的过来。阮也是伫听候的过程中，坚守阮的信仰，直到你过来。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奉献阮本身互你的事，求你欢喜接纳阮，继续用你的慈悲帮助阮。阮安尼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而且我爱小，伫圣礼顶结束到即代时候，我爱做一个提醒吼。伫分享主耶稣圣餐的时候，咱伫教会内面是有领洗礼的人吼，才会当来使用吼，若是欢迎吼，但是你若头拄有领嘛，请你毋免心里有压力吼，嘛欢迎你找一工的时来甲我来记者吼，咱会当来备办洗礼的事真欢迎每一个欢喜主耶稣，诚做你性命救主的兄弟姊妹，请你有平安。愿咱轻条主，滚对主的骹步，将上主的律法放伫咱的心内，就互上帝的话日日管教咱头前的路，做伙用新的诫命来回应，得到真心、真性、正义，听主你的上帝，
这届是大个，也是头一个，也三亲像是讲，你就请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欢迎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请你，恁也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你，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无行歹人道路，信诗196首。无行歹人道路，存心毋敢恶毒。明日三思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请起入吟全首。请坐，备慢心来奉献。请起立。亲爱的主，感谢你，真做世人的救赎，
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求你保守阮的心、阮的意念，互阮会当遵行你的旨意。阮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做路上的光，正做脚前的灯，来荣耀你的圣名，学乐你。即时，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金钱甲财前，正做圣工的路用，求主感纳。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来欢迎新朋友，是我的同学曹军。好，可以站起来下就好。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咱甲头前后壁正边倒边的人握手就好啊，咱唱2遍就好。我用主的声，真心来听你。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声，真心来听你。因为你来面有主的应用，我用主的声，真心来听你。伫宝贵大圣，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咱做伙来台语读一遍，华语读一遍，请。当以色列无王的时，有架脚伫以法莲山地迄边的一个利未人，带一个犹大比利行的查某囡仔做世仪。士师记19章第1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一个利未人寄居以法莲山区的边界，他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妻，是诗记19章1节。消息报告，今仔日礼拜有举行圣礼典，伫新人主日学了后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备办心准时参加。后礼拜主日邀请到总灵传道来讲道。总灵传道目前服侍伫圣道儿童之家，愿上帝赐福佮纪念总传道即摆的服侍。今仔日礼拜了，邀请杨启英长老来分享伊即几天有到华联来救灾的经验甲信仰的见证。邀请大家礼拜煞老婆做伙来听，嘛做伙来关心华联的一个重新起造的事工来关心甲服带导。第4点，即场中会的财务演习会，伫后礼拜6、10月18号早起，伫济南教会办理有咧教咱安尼做即个劳健保的财务的处理，佮有团契账务的处理，嘛会介绍讲会安怎做，邀请团契会长、财务同工，同工有兴趣的兄弟来报名参加。即工无报名费，嘛无便当。若要报名，会当对这 QR code， 也是甲新英指示来报名。好，第5点，即季的教会有甲神学院有合作。即礼拜3嘛有课程，未报名会当甲伫公馆尔，也是甲新义长老来讲，真精彩，邀请大家一定要来学习。第6点，真平安福音分享会，伫后礼拜主日礼拜煞11点半，伫成人主日有邀请到史茵茵歌手来分享真平安福音分享会，伊嘛是有济歌曲，咱当看周报，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嘛，邀请亲朋好友做伙来伫音乐见证中，做伙领受对基督来真平安。好，过来是这个月开始有时刻团契，是伫 LINE 的群组上面来聚集，有兴趣的当扫 QR code 来加入。第8点，淡水上长老纪念奖学金申请，请有意愿的学生会当伫公报内是甲办公室来问。第9点是咱9月份的收支的报告，请家己来看。
团契消息，有上年大学的课程，还佫有双年团契、妇女团契的联合的出游，伫10月23号拜四，要来到新竹，若有要报名的，当伫公报拿来看。下面公道时间交出。咱对澳洲回来吼，第一遍的这礼拜的徛伫思会大家店，伊足紧张的，你们看得出来吗？吼，伊足紧张哦，所以这礼拜来教会吼，差不多比班3天安尼吼。真感谢上帝吼，咱高田教会吼会当有遮好的青年啊，甲咱做伙来成长，做伙来服侍，继续来祝福遮的青年吼，不是只有家恩吼，凡来到伫咱教会的下一代，都是上帝的宝贝吼，咱来做伙来甲因关心。即时请咱三甲来祈祷。人民人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会当自己做一伙，成做一间教会，伫主的恩典甲话语内面来成长，这是何等欢喜的代志。但是恳求主你帮助教会，互阮有智慧的心，有判断的灵，互阮伫款待人，伫疼社会，伫照顾国家、照顾教会的事务的顶面，阮会当超找主你的智慧甲带领，互阮所行的路，毋干那是个人照家己看做好的来做，乃是伫上帝的内面，照上帝看做好的来行。愿伫教会所行的一切归荣光互你，当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唱落尾的圣诗，请起立。伫恁人生的路站，咱人拢需要光。你若看无光的时，会记得有一位疼世间人的上帝伫遐，听候你叫伊求伊。无论伫你的生活、工作、学业、信仰、家庭关系顶面，拢通就近伊，我靠伊的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男三角地地，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
咱等一下啊，先休困差不多5分钟左右吼。我们今天的陈主学分享很棒哦，因为 K 永丢了算代表我们古亭教会的荣耀吧，超人哈，他用信用，他又用伊的信用，用伊的困难吼来到伫华人的所在吼所以你若是无去到现场吼，嘛邀请你今仔会当拨一个时间吼，留落来用祈祷的心甲 K 永长老吼，做伙走过这样一个我们台湾救灾的一个历程。愿上帝赐福咱大家平安。2位。